Hello Marvin啊，咁啊又係咧大戶情報嘅時間啦，咁啊今個禮拜又係啲忙碌星期啦，又有越洋賽事啊，又有呢個本地賽事啦，咁所以都特登叫我老友啦嚇，真係麻煩佢啦，早少少咧俾大戶情報，等我咧可以出邊同大家分享。咁啊上次啦嚇，提供俾大家嘅又跑第二啊，真係暫時都脫離唔到呢個二奶命嚇，不過都唔緊要嘅嚇，始終咧頭三名甚至頭四名咧都有機會有錢收，視乎咧你點買嘅啫。咁當然啦，你話隻馬贏梗係最好啦，係咪先嚇？買乜都可以贏錢。咁啊，今次咧就特別啲嚇，咁啊會有咧星期日咧兩匹馬嚇，咁啊同場俾大家嘅。咁啊點解會咁樣咧？咁啊即係點解會有兩隻馬嚇提供咧？咁啊一陣間咧會同大家講。咁啊講之前最緊要咧幫我做兩樣嘢，第一就係咧未訂閱嘅朋友訂閱同埋咧撳埋個鐘仔嚇，我呢個頻道嚇，因為大戶情報咧就喺呢個頻道度出片嘅。咁另外要做一樣嘢就係咧睇片嚇，俾個 like 留言同埋咧分享埋俾你嘅朋友嚇。咁啊呢一樣咧就係做齊晒，大戶情報一定咧繼續長做長有嘅。好啊，咁啊今次咧我老友咧就分享咗呢一條啦嚇，單位置 Q 俾我，咁佢就講到明㗎啦嚇，一定就熱辣辣嘅，不過咧就勝在咧就夠穩，咁啊可以咧當單頭披啊或者單頭 win 嚟到啦。咁啊呢場咧就係第9場嘅3班1400米，咁呢條單棍咧嚇第一匹馬咧就係1號嘅首飾天空嚇，咁啊繼續係蔡約翰同埋布文嘅組合啦。嗱呢匹馬咧喺3班就擺明大超班㗎啦，上2班亦都咧指日可待嘅啫。咁啊上一場啦，曾情跑呢個1600米，咁估唔到咧仲輕鬆過跑1400嚇，贏2個馬位。咁啊賽後咧亦都加咗9分嘅，咁所以今次咧都要孭個頂磅。嗱我老友講啦，佢認為呢匹首飾天空就算上到2班咧都有得贏嘅，咁所以咧孭重磅唔係啲咩問題，咁話唔埋咧可以換翻多少少賠率翻嚟添。咁至於另一匹啦，就係4號嘅有型量，咁呢匹5棚志嘅馬咧，今次係排個9檔度。咁啊呢匹馬咧，自從潘頓接手之後咧，跑3場2 win 1 Q 啊，有晒交代㗎啦。咁啊上場啦，由4班升上3班咧，一樣贏得輕輕鬆鬆嚇，贏2個馬位。不過今次嘅對手咧就強好多啦。咁啊要再贏嘅話咧，亦都唔係話咁容易。不過咧，以呢匹有型量個態咁好，加埋呢隻馬咧，加咗成10幾分之後咧，潘頓都未捨得放手嘅情況下咧，咁啊估計咧都會搏埋呢場嘅。咁啊因為有首飾天空同場嘅關係啦，正路啦都唔會話熱得太過分㗎啦。嗱，我老友咧就叫我同各位睇緊片啦，或者聽緊嘅朋友講，雖然呢兩匹馬咧就一定係偏熱嘅，不過咧三甲就真係好穩㗎啦。咁啊，佢又叫大家唔貪心嘅話，兩隻馬買條位置 Q 當大批咁樣賭，好大機會收錢㗎啦嚇。記住，千祈咪諗住貪心。佢哋嗰邊咧都係打算咁賭嘅啫。咁啊，希望一如佢所講啦，大家有錢贏咁啊最好啦。嗱，今次嘅大戶情報啦，同大家分享嘅就係第9場3班1400米嚇，單棍位置 Q 嚇，當披到1號首飾天空同埋4號嘅有型量，咁啊希望幫到大家啦，亦都預祝大家啦星期日嘅賽事贏多啲。